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馬龍呢個賽馬藏經閣嘅頻道啦，又係三部曲 like 分享同埋訂呢個頻道。馬龍唔記得咗，咁原來咧就7月1號咧回歸賽馬日，星期二跑馬所以今日出片俾大家。亦都係有咧10場嘅草地賽事嘅啫，唔係11場啦。開跑時間幾多點啊？黃昏賽4點鐘開跑，喺斯蘭進行嘅。斯蘭嘅特色係咩呢？最近斯蘭都係前領較為着數啲啊，所以留意多啲前領馬啦。亦都係提供2匹嘅進攻馬、2匹嘅攻擊馬俾大家。回顧下上個星期六嘅賽事啦。2匹進攻馬、2匹嘅攻擊馬，跑下落雨啦。我哋都同啲群組成員啊，同埋我 YouTube 嗰啲會員講，逢係咧跑下落雨咧係幾難預測下，都叫佢哋少注意情。打後7至11場咧，嗰啲賽果都係爆冷，同埋啲燈光啦，落咗雨點啊，我哋叫黐腳地啲橡膠地黐住嘅，唔知佢識唔識跑係又冇根據如果一路落住雨咧又唔同變咗真係黏軟地咧就會，佢又冇喎，佢又落咗又停咗，又落下停下咁樣，所以係較難估計所以話俾啲朋友仔聽咧，都係打後嘅黃昏賽咧，喺7至11場咧，都留意多啲冷門同埋跑過夜馬嘅嗰啲馬咧較為優先。係一個訪問嘅，訪問下希斯，贏咗嗰隻艾利奧，佢其實解釋得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喺天氣炎熱嘅時候咧，嗰啲年輕馬咧係較為失準，即係嗰啲3歲仔喺咁熱嘅天氣好掹憎嘛，啲後生仔係咪咁咧就年長馬咧較易適應啲，所以佢都贏咗2匹嘅年長馬，就咁樣解釋俾大家聽。去到季尾咧，炎熱嘅天氣咧，練馬師講大衛希斯其實我一早知，引帶佢嗰個説話再同大家講，增加多啲大家嘅賽馬知識，就係咁解嘅啫。好啦，2匹嘅進攻馬啦。第一匹我冇諗到咁熱嘅，開頭賣到2個開添好誇張。第2場5班千二米草地賽事，4號嘅聖多多，黃志宏跑，偉達好少用佢基於咧希威森咧43賽事咧就墮馬，唔跑得，啱啱揾到，佢冇馬跑喎，呢個騎師偉達即刻揾佢嚟跑得相當靚。你話有冇佢有冇功勞咧？偉達應該係最大功勞嘅。其實我喺度輕輕講下啦。而家新嗰啲配嗰啲見習生咧，本應黃寶嚟咧俾偉達嘅，因為佢學藝嗰陣時咧，即係未出國嘅時候都係跟住偉達操馬嘅。點知馬會又唔批俾佢，或者佢同周俊樂嘅關係唔係咁好啦，即係升咗大師傅之後，其實就唔係咁樣計。2個冠軍級騎師，一個告東尼，一個偉達，你睇下幾成功嗰啲見習生就知道啦。周俊樂、偉達嘅跟隨，嘣一聲就畢業啦，好快。大哥大唔使講啦，名師出幾多高徒大哥而家本地大一哥蔡明少，亦都係佢徒弟，好快畢業，嘣嘣鐘奕禮又係邊個教佢哋跑馬？
古東利啊嘛，同埋阿韋達乜你冠軍騎師咁啊，黃寶嚟走咗又何賢嗰度，何賢佢自己又唔係好中意俾啲本地騎師跑啦，已經咁收咗個見習生叫做，唉冇辦法啦，係咁失敗啊！其實佢好彩有阿文家良咧。咁啊，提供好多坐騎俾阿黃寶嚟嘅。如果唔係咧，佢冇贏咁多頭馬。所以咧，見習生擺去邊個馬房咧，就係即係成功得快咯，可以講話。喂，黃志宏擺咗方家柏係咪成功啊？方家柏好俾好多機會佢啊！佢季初嗰時麻麻地嗰陣時都照支持佢啊！咁啊就係呢啲咪就係師傅即係耐心去慢慢等佢成長咯啊！咁啊到而家獨當一面啦！咁啊近排啊幫阿師傅贏馬，笑到阿方家柏好開心，好勇啊嘛5磅仔係咪啊？咁啊偉大梗係教佢跑啦，就勝多多。留住啲位好靚，入到直路等，一挨出嚟咪輕鬆嘅5班啊嘛，係咪啊？咁啊，俾群組成員中 Q 嘅，冇辦法啦。咁啊，嗰隻凌利標區落飛落得好犀利，落到4點幾倍。咁啊，大熱 Q， 但係3重彩都有2重彩都有110幾蚊，相當好分嘅。我算係叫好分嘅，因為大熱 Q 啊嘛。我都中到兩 Q 啊，咁啊 win 25蚊，咁啊升翻上去少少，升嗰班跟唔跟進啊？睇下啦，咁啊4班又唔同跑法嘅，副輕磅啊或者都可以再跟進，咁所以阿馬龍咧都係成日都係咪 keep 住嗰啲咧跟進馬路跟進馬咧去提供俾大家啊。好啦，咁啊去到叫胡啦。第5場嘅4班2000米6號雙贏開飛，因為贏咗2場啊嘛，潘頓得17蚊，17蚊。乜一隻未贏過馬再跑2000嘅17蚊，梗係相當唔值啦。諗起升到2倍啦，2倍開跑啦。突然間有個及時雨啊，咪落好大雨啊！未跑之前開跑之前咧，即係呢場馬開跑之前落好大雨，咁啊〜睇翻佢咧，呢隻馬咧跑腍腍地咧，有雨地，麻麻地嘅，麻麻硬曲嗰啲地。咁加上咧，今次咧，因為潘頓冇騎過佢啊嘛，好耐冇騎過佢啊嘛，咁啊好 fresh 啊隻馬，哇喺一檔一出閘，好快走咗出嚟，佢人馬角力，潘頓啊聚得好緊要啊，咁個位好靚啊，我都話一檔2000米好好跑。咁入到直路，咁跟隨嗰隻放頭馬贏馬嘅三江飛輪，咁好中意地啊嘛！三江飛輪及時雨咯，呢啲叫做咁跟住後邊，我諗住都有 Q， 咁冇拖到間三江飛輪嘅啊！咁但係潘頓喺度休下，又喺度唔打啦嚇，最後200應該有 pace，個 pace 都冇埋啊！咁你即係點講咧？潘頓佢係咁樣啊，佢覺得冇贏面咧，同埋佢有啲流血底咧，佢驚佢打下佢都撇落，你打嚟做咩啫？即係佢咁樣咯，咁樣嘅諗法咯。咁所以 pace 都冇埋，係咁樣啊！有時佢係咁，你話跟唔跟進啊？縮翻落去1600啦，1600、1800啊，大把路程啊，有得贏嘅呢個嘛啊！咁只要嗰個健康狀況好啊，咁龍天鵬時日無多啦，咁仲有幾次馬跑，我相信都會安排出賽啊，咁有機會再跟進咧呢匹馬，輸冇辦法，係咁嘅情況咯，啊，咁輸咗，好啦，咁2匹嘅攻擊馬，咁成功，2隻大熱門嚟嘅嚇，咁第7場嘅4班1650米賽事泥地賽事，咁攻擊嗰匹咧帶嚟好運啦。我都話佢個47分嘅分區咧，佢唔叻你已經贏唔到啦，咪仲賣到去大熱門，影都冇啊！跑到係嘛？唔值啊！我殺魚打落蝦，咁其實一早咧已經俾咗呢場咧
號馬川河營區噶啦。我有份貼士個馬膽啊，俾咗呢隻馬膽，輕鬆贏啊！我諗起買到大熱門，幾有信心。其實尤達榮啊、洛飛啊嗰啲練馬師，洛飛嘅練馬師嚟。如果你睇佢冇飛咧，啲馬咧多數都輸。係啊，咁樣睇佢啊，咁啊大家留意下咯。好啦，去到第11場3班1400米啦。上次咪贏得好精彩啊！4號嘅喜尊龍，3歲仔14檔捱肚餓，係咪輸個條件多啊？我已經講話佢，不過都冇咩人睇好佢，次熱門嚟。嗰隻嘉應奇兵都賣到20幾蚊，亦都係唔係好值嘅，賣到20幾蚊。咁你睇下個走位啊，潘頓，佢唔喐手嗰啲馬喺度捐來捐去，捐來捐去，喐都唔喐啊，好肉酸啊，係啊，真係輸到人哋。好似話阿馬龍一早話俾大家聽，叫大家攻擊佢嘅啫，係咪啊？買咗落去咪好勞氣啊！佢係咁樣啊，但係我睇到佢啦嘛，佢輸嘅條件多，所以攻擊成功，2匹攻擊成功，算唔錯。至於2匹嘅冷選提供俾會員啦。第一場嘅10耀全程路通嘅，雖然係雙重加磅啫，但係賽前嘅功夫相當積極。但係咧，佢一出閘沿途俾人頂住佢3碟，佢要好用力搶。第2段21個3，第3段22個幾，44個幾死得啦！轉入直路輸緊噶啦，係啊，咁係咁上下馬咯，輸個形勢嚇。好啦，去到第9場，貼隻5號嘅女神，17倍，臨場落飛落到80幾蚊嚇，跑得差咯，奧爾文9檔都冇乜心機搶，捉咗啦，尾3、4位入到直路又係兜大彎，唔理外檔衝，所以輸。你話跟唔跟進啊？依家咪有能力嘅4班，留意下同佢啲對手咩唔同啊？跑翻乾啲嘅地咧，或者唔同表現啊，輸咗啊，繼續努力啊！2匹冷馬，唔會令會員失望啊！好啦，2匹嘅進攻馬同埋跟進攻擊馬咧，都話俾大家聽。嚟到星期2嘅賽事啊，回歸賽馬日，10場嘅賽事嘅草地下，4點鐘開跑，C 跑道進行，C 跑道特色，前領較為着數啊！好啦，揀選2匹嘅進攻馬先啊，2匹嘅進攻馬。首先咧就係第3場嘅4班1400米賽事，C 區賽事，較為正路呢個賽事。揀選個馬膽咧，1號嘅仗義，未開齋喎，因為馬龍點解會揀選佢啊？咩原因啊？轉咗倉，偉達轉啊！今季由佢拉出去嗰啲馬咧，俾人打咗10幾巴到咯，數不勝數，連阿葉楚雄都打佢幾巴，係咁變咗阿偉達咧，佢算好彩，因為佢冠軍騎師做過，人面講啦，同埋佢人緣好啊，可以講話，仲有60幾70隻馬，正常如果你咁樣拉走咗，俾人哋10幾20場咧，你好似阿黎超星咁啊，得翻40零隻嘅啫，係啊。不過佢就始終都係冠軍騎師啊，對啲人面啊，同埋同啲馬主啊都好 friend 底啊，所以都仲有咁多支持嘅啫。今季水都唔水啊，可以講話咁就轉咗喺無畏傑道，咁梗係加強操練啦。3落4，季初70幾分，而家跌到60分，咁梗係賺啦，係嘛？所以有時拉倉咧，有啲練馬師心濕不忿，點解過到人哋贏啊？你送俾人啊嘛，減分減到而家你練唔到出嚟啊嘛，
咪揀咗10幾分去到人哋嗰度一做嘢，轉下啲食料，揾翻個好騎師，揾邊個啊？潘頓。潘頓好少試閘啊，因為馬佢都試閘。咁啊，大家可以 kick 翻條片咧，1000米草閘佢嗰啲走勢，哇！好似讓賽咁啊，好輕鬆啊！咁啊，入到直路，即係直路賽啦，出閘慢閘一路留晒喺包尾位置，最後200鬆下鬆下，一鬆過終點，過晒越走越勁。咁啊喺4班60分啊，梗係有賺啦！呢啲馬同翻紮對手 C 龜嘅賽事，相信取勝機會都相當大。咁啊三甲機會咯嚇 ，Win Pay 投注嚇。咁啊目前咧大熱門嚟30幾蚊嚇，咁啊有優勢啊嘛，落班。好啦，去到另外一場咧就係依隻咧馬龍嘅冷選跟進馬。第9場嘅3班1200米賽事，咁啊出馬12匹嘅 A 級賽事，較為正路呢啲賽事。我揀選個馬膽俾大家咧，就係12號嘅關鍵所在啦。我上次喺會員頻道咧，我提供呢匹馬俾大家33倍，最後1分鐘打到17倍。馬龍都照話俾啲會員聽啊，啲群組成員聽啊，臨場做馬膽嚇。話俾佢哋聽，咪中 Q 嘅啊！咁啊 Win 啊17倍，相當開心。咁啊嗰條二重彩好似800幾蚊，係咁啊啲會員就全部中晒嘅。咁會員頻道都貼啊30幾倍都。咁近排啊我貼啊沈集成啲馬咧，咁相當唔錯啦。咁上個禮拜3咧2隻嘅進攻馬 Win 晒嚇。咁啊始終咧我都知佢嗰個操練模式啊個心得係點樣啊。咁所以好多馬咧都可以跟進到去提供俾大家嘅。你話佢添唔添食嚇？哇！上星期再彈個草閘就係佢啲模式嚟啦。佢一定要落草地啊！嗰啲馬搏殺咧。如果唔係唔落草地咧，大家小心啲嚇。係佢搏殺模式嚟啊。咁啊，俾翻阿黃志宏跑，好彩排到個4檔。上次咩時間啊？1分08個幾啊！喺同日啊，個時間快過啲3班馬時間。咁啊，你話可想而知佢嗰個做嗰個時間嗰個係相當超長。咁升翻上3班，本應佢睇3班馬落嚟咯。咁啊，排個4檔相當好跑啦，冇乜快放馬㗎。佢又係守住個波蝕位，相當好跑嘅。咁啊，有啲賠率㗎。而家好似9個開。咁啊，馬龍亦都推介，喂，上次爆冷我爆完冷，大家咁啊上次贏咗嘛，贏咗17倍，買1000蚊收17蚊，今次買翻2000蚊都唔怕啦，係咪？冇所謂㗎啦，呢啲一定要跟進。你贏佢啊嘛，啊，你輸就話你上次都冇買，你跟嚟做咩啫？係咪先？賭馬就係咁樣㗎啦，你贏開嗰啲馬咧，你一路跟落去咧。好意外個驚喜啊！我好多隻啊，有冇運來五寶啊？一路贏開，贏到我要攻擊佢，梗係唔得啦嚇！你贏開錢嗰啲馬一路買佢就得㗎啦嚇。咁啊，呢隻關鍵所在，咁2匹馬唔可以係大熱門鴨仔，兩個開咯。馬龍都提供啲較為有啲分頭嘅俾大家參考下，冇話贏緊嘅，咁3甲機會都相當大。提供俾大家。好啦，咁啊，另外2匹嘅攻擊馬又係熱門嚟㗎啦。咁啊，首先第一場嘅5班1800米賽事，咁啊屬於 C 區嘅賽事，較為極均勢嘅賽事嘅。咁啊，目前嘅大熱門7號嘅香港精神咧，咁啊攻擊佢。咁啊點解攻擊佢啊？馬龍7歲老馬啦，一個月啊6月4號跑，啱啱而家7月1號跑3場。跑埋呢場計跑3場，咁啊始終7歲老馬個體力點樣啊？咁啊都要打個問號喺度。啊加上田泰安騎熱門，咁啊唔好理佢排幾多檔，佢騎熱門個勝出率今季係低到都無可再低，可以講話冷門佢常常有驚喜喎。我所以唔好攻擊嗰啲冷門，攻擊嗰啲熱門咧，今季咧錯晒手板啊！馬龍。好多隻攻擊熱門佢都瓜到直，一
一樣，有壓力啊，唔知點解跌開咗前5名嘅騎師啊，所以熱門不妨去攻擊佢都唔怕。咁啊，首先攻擊呢7號嘅香港精神啊，40幾蚊入大熱門。好啦，另外一匹咧就係第4場嘅4班1200米賽事啦。咁啊，出馬12匹屬於 C grade 嘅賽事。咁啊，依場馬咧強組就唔算好強噶啦。咁啊，但係咧攻擊依匹馬咧11號嘅喜勝進區啦。佢贏跑馬地嘅賽事嘅啫，咁啊贏啲水準好低嘅。咁加上佢有腳環底啦，我唔知點解方家柏4班大把1200米賽事啊，佢都報嚟依場沙田，你遇到啲強嘅對手啊嘛，好似杜月橋啊、手到齊來呢啲啊，咁喺4班較為強，雖然佢孭重磅嘅啫，咁但係佢喺前頭走啊，咁啊相當着數咯。你變咗，我唔敢講話佢冇 pace， 你過得呢啲咁強嘅馬咧，咁啊都要付出代價，加上佢有腳環底啦，啊，我贏啲對手有屎啦，逢係喺谷草轉過嚟沙田咧，好大考驗啊，可以講話啊，咁啊所以都攻擊呢匹馬，佢冷門嚟啊，有6-7倍啊，但係都攻擊佢嚇。11號嘅喜勝進區，好啦，2匹嘅進攻馬，2匹嘅攻擊馬咧，提供俾大家啦。咁啊去到最後啦，咁啊馬龍都係有個 YouTube 嘅會員頻道嘅，咁啊大家可以加入呢個 YouTube 頻道，咁啊只要撳入馬龍條片嗰度咧。我有個會員加入嘅，你撳入去啊，做咗會員有咩得着啊？每個月咧收費80蚊，相當平啊！每一次嘅賽日咧，咁啊有2匹嘅精選藍馬俾大家，好似關鍵所在咁樣，呢啲提供俾大家嘅，久不久有驚喜啊，唔係話成日先，咁啊都相當唔錯，成績都咁啊常常都有驚喜啦，啲半冷門。大家可以咧咁啊加入嚟阿馬龍嘅呢個會員頻道。咁另外咧喺暑期咧會製作一系列嘅馬龍嘅我在馬圈嘅點滴咧，咁啊教多啲賽馬知識俾大家，同埋馬圈嘅賽事去分享俾大家。好到唞暑嗰陣時咧，唔使大家咁悶場啦。咁啊，亦都喺賽日咧會喺1小時前咧咁啊提供一份馬膽咧，每場馬膽咧去俾啲會員參考嘅。喺1個鐘頭之前咧，淨係會員頻道之後嘅啫。咁啊，相當即係每場嘅馬膽咁啊 set 曬喺度啦，咁啊俾佢哋參考。咁啊，所以咧馬龍咧做足功課，唔係話去揀1場2場賽事，係全部賽事咧都睇過晒。我成日都係咁講啊，唔辛苦啊馬龍，係好有興趣啊，好有心機啊，同大家一齊咧眾樂樂啊，咁啊呢個係阿馬龍嘅即係個意向係咁啊，咁啊教識大家馬迷咧咁啊多啲嘅賽馬知識啊，咁啊就係歡迎大家都係咁支持阿馬龍呢個頻道啊，咁啊最後咧咁啊去到因為星期6跑，或者會星期4出片俾大家嘅。好啦，咁啊今日條片咧到此為止啦。下嚟緊嘅星期4咧再出片俾大家。好，拜拜。